咁我就而家開始介紹下，歡迎大家出席呢個會議先。咁就係關於中國內地高校研究生課程考試澳門區嘅一個說明會。咁好啦，我哋今日說明會咧有幾個部分嘅。咁首先咧，一開頭就會先同大家介紹一下考試嘅概況，咁就包括考試嘅模式啦，又或者點樣可以查閱到一啲院校或者簡章，又或者一啲專業嘅資訊，同埋就係關於考試科目或者初試複試嘅安排嘅。咁呢個第一部分。咁第二部分咧，我哋會進入到介紹一啲報考嘅辦法，包括就係一啲報考嘅資格啦，需要持有啲乜嘢證件啦，同埋相關嘅報考流程嘅。另外咧，都會提及一啲關於錄取同埋入學嘅一啲相關嘅提示同資訊。咁最後就係如果大家有一啲嘅Q&A 想向我哋教青局查詢嘅，咁都歡迎查詢嘅。咁當然，如果今日未有一啲問題提到或者諗到嘅，都歡迎喺辦公時間入邊就我哋網上都有一啲教青局嘅聯絡方式、電話同埋電郵嘅，都歡迎大家之後作出查詢。咁好啦，咁我哋事不宜遲啦，進入第一部分關於考試嘅概況。咁好啦，關於早考嘅模式，咁首先啦，今年咧國家教育部咧就提供咗一套兩門嘅初試統考試題，咁一陣都會顯示翻究竟喺邊一度可以揾到呢一啲嘅綜合能力嘅一啲試題嘅內容，咁就由翻招生嘅院校去自主選擇用定係唔用嘅。咁呢度就分開咗兩個情況。咁第一就係如果一啲招生院校佢係選用初試統考試卷嘅咧。咁佢考生喺澳門區嘅報名同埋考務工作就會由我哋澳門教青局去負責嘅。咁但係另一個部分就係，如果一啲招生院校佢唔選用統考嘅試卷嘅話咧，佢嘅報名同埋相關嘅考務工作就會由翻相關嘅招生院校佢自行去通知同埋去組織嘅。咁所以呢度就涉及各位究竟係想報考邊一啲嘅高校，同埋佢哋相關嘅要求啦。咁呢一個部分提醒大家需要去細閱翻各個招生院校嘅一個招生簡章，佢入邊所寫嘅要求嘅。咁好啦，剛才提到一啲院校嘅資訊或者招生簡章，我哋用咩方式可以查閱到呢？咁就最簡單嘅方式就係我哋呢度會有一個連結嘅。咁大家亦都唔需要擔心呢個簡介嘅簡報 PPT 咧，都會 upload 翻上去我哋教青局嘅網頁，稍後大家都可以查閱翻嘅。咁就入翻我哋呢一個嘅連結啦，就係一個信息網。咁然之後入邊去撳院校嘅信息，然之後就按研究生招生。然之後再撳每一間高校嘅招生簡章，咁就可以查閱翻每一間高校嘅招生簡章入邊包括就係佢嘅一啲要求啦，又或者係佢一啲嘅招生專業嘅，係啦。咁所以呢度都係一啲系統嘅截圖，咁大家稍後都可以自己去詳細查閱翻相關嘅內容嘅。好啦，咁剛才亦都提到就係關於考試科目咧，關於初試嘅一啲資訊。咁其實教育部就已經公布咗就係2026年研究生考試嘅一個考試指南，就係關於綜合能力1同埋綜合能力2，就已經公布咗相關嘅資訊嘅。咁呢度都擺翻相應嘅連結去俾大家需要嘅去參考翻。咁另外啦，關於早考模式嗰方面，再講多少少就係初試嘅部分咧，我哋係會有兩種模式嘅。第一種係紙筆嘅考試，第二種係電腦嘅機試，我哋稱之為。咁兩種模式咧都係有定額嘅考位嘅。咁只要報名嘅時候額滿就即止噶啦。咁而兩種嘅考試方式會喺同一時間舉行嘅。稍後我哋會再詳細講一講考試嘅時間。咁另外咧，試題同埋評分嘅標準咧都係一致嘅。換言之係無論你揀邊一種方式，你考嘅時間、你考嘅內容同埋評分嘅標準都係一模一樣嘅。咁所以如果招生院校佢嘅招生簡章上面寫到明係採用統一初試嘅話咧，喺報考嘅時候，考生就自己可以根據個人意願同埋剛剛所講就係考額嘅報名係用盡嘅情況與否咧，去選擇究竟你係參加紙筆定係機試嘅。咁當如果報名嘅時候機試或者筆試是但一個佢嘅名額已經滿咗嘅話，咁就冇得選擇噶啦。好啦，進入第二部分就係關於報名嘅辦法。咁好啦，首先講一講最重要嘅嘢就係關於報考資格嘅部分先。咁首先啦，喺我哋澳門考點嘅報考人咧，首先你需要持有就係
有效嘅澳門或者香港嘅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再提醒一次係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咁另外就需要持有回鄉證，又或者係港澳居民居住證呢啲嘅證件嘅。咁如果係台灣地區嘅報考人嘅話咧，就需要持有喺台灣居住嘅有效身份證明，而且同時需要持有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即係我哋俗稱嘅台胞證，又或者係台灣居民嘅居住證，係啦。咁所以呢個大家需要留意翻，係一個最基本嘅報考資格同埋需要持有嘅證件。咁另外啦，如果係報考碩士學位研究生嘅人士咧，咁當然你要持有學士學位相當嘅學歷啦。咁相對地，如果係報考博士學位研究生咧，就需要持有內地碩士學位相當嘅學歷嘅。咁另外啦，需要係有2名同報考專業相關嘅，而且級數要係副教授或以上或者相當職稱嘅學者作出一個書面嘅推薦。咁呢一個書面嘅推薦咧，係稍後按照招生院校嘅要求去進行另外嘅提交嘅。咁另外啦，如果高校喺招生簡章入邊有一啲另定嘅要求，咁所以點解話需要大家去詳細去細閱翻你想報嘅高校嘅一個招生簡章，就係如果有一啲疑問，就住一啲資格要求啊，又或者遞交嘅文件有一啲嘅要求嘅，一啲嘅疑問嘅話咧，都可以直接向你擬報考嘅高校去作出查詢嘅。咁好啦，我簡單講一講個報名流程。咁首先啦，主要係分開2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就係我哋稱之為叫做網上預報名。咁其實相關嘅詳情都已經上載喺教青局嘅相應嘅頁面入邊，有一個報考嘅手冊，係詳細列明咗相關嘅內容嘅。咁我哋接住落嚟都會將一啲相關嘅內容去同大家簡單去 go through 一次。咁好啦，首先第一個階段就我哋稱之為叫做網上預報名嘅部分。咁呢個時間會係26年1月嘅4號，即係嚟緊嘅1月4號至到1月11號，咁就會喺信息網去辦理嘅。咁然之後第二階段咧，就會係一個報名嘅確認同埋繳費嘅手續，咁就會係1月15號至到19號嘅晏晝5點鐘，係啦。咁同埋繳費咧，就係最後嘅期限就會係收到通過審核通知之後，至到1月20號之前嘅。咁喺呢段期間，考生係需要去上載一啲報名嘅報考嘅一啲文檔，係啦。咁當中要提醒翻一樣嘢就係，如果喺期間已經提交咗一啲報考文檔，但係審核唔通過，咁我哋教青局係會進行通知嘅。咁補充材料同埋最後遞交嘅時間咧，就係1月20號嘅中午12點。咁另外咧，繳費就可以透過網上轉帳方式，亦都可以透過親臨教青局去繳費嘅方式嘅。咁接落嚟，我哋交俾教青局我哋另一位同事去同大家講一講，就係關於預報名同埋一啲系統操作嘅部分。各位午安。咁接住落嚟，由我講解一下關於系統報名嘅一啲情況。咁啱先講到第一階段咧，網上預報名係1月4號至到11號啦。咁報考人需要以實名嘅方式啦，即係以學信網嘅一個帳號啦，喺我哋嘅信息網入邊進行呢個預報名嘅。而逾期未完成預報名呢個步驟咧，將會無法進行後續確認報名以及繳費嘅手續，而且係不設補報名嘅。咁如果因為信息填寫錯誤或者係填報虛假信息而造成唔能夠考試或者錄取咧，咁呢個後果係由報考人本人承擔嘅。澳門考點係不具修改報考人啲信息嘅一啲權限嘅。咁另外，報考人只可以喺呢個考試入邊咧填報一所院校嘅一個專業。咁喺報名嘅完成之後咧，報考人需要記低自己嘅一個報名號啦，以及呢個系統嘅一個登錄用戶名同埋密碼啦，嚟到作為日後查閱個人成績啊、錄取結果啊，以及下載准考證嗰陣時嚟到使用嘅。跟住我哋睇到喺網頁上睇到個網頁就係呢個學信網嘅呢個研究生嘅報考嘅網頁啦，叫做內地（祖國大陸）高校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網。咁而家其實各位都可以通過上方嗰個連結嚟到入到去啦。咁然後主頁嗰度亦都會見到好大個 banner 咧，就係嗰個網上報名嘅入口嚟嘅。
咁然之後或者大家都可以喺菜單欄嗰度啦嘅研究生招生，然後下拉揀選網上報名嚟到去報名嘅。咁啱先講到啦，報名之前咧，大家必須要註冊一個叫做學信網帳戶嘅。咁相信喺內地讀書嘅同學咧，咁基本上都會十分熟悉呢個學信網帳戶噶啦。咁如果係其他嘅報考人咧，咁冇學信網帳戶咧，必須就要註冊一個帳戶先嘅。咁依家我以冇學信網帳戶嚟到做例子啦。咁我哋按註冊帳戶啦，咁入到去咧就其實係學信網嘅一個實名註冊嘅頁面啦。咁呢個頁面咧大家要注意嘅位置就係咧，佢每一個證件號碼就只可以註冊一個帳號嘅啫。咁大家就跟翻自己嘅嗰個證件類別啊、證件號碼度去註冊帳號啦，然後輸入自己嘅個人資料啦。咁下一頁啦，就係嗰個實名註冊嘅一啲信息嘅填寫啦。咁呢個版面嘅位置咧，大家需要留意嘅地方咧，就係咧喺呢個國籍同地區、國籍或地區呢個選項入邊咧，記得要按照自己嗰個身份證簽發地嚟到去揀選嘅。咁即係其實係澳門啦、香港或者台灣啦基本上。咁然之後姓名嗰度咧，姓名嗰度大家要跟翻自己回鄉證啦，或者係台灣居民就跟翻自己台胞證啦嘅簡體中文字樣嚟到去填寫嘅。咁然之後去到證件號碼啦，證件號碼嗰度咧要注意嘅地方就係咧，如果係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啦，咁就按翻個格式嚟輸入啦。咁記得括號都係需要輸入嘅，而且係要以半形嚟到去做輸入。大家留意翻嗰個輸入嗰個格式啦。咁假設大家註冊完一個學信網帳戶啦，又或者本身已經有一個學信網帳戶啦，咁就可以喺信息網嘅首頁嗰度咧就開始報名啦。咁入到去咧，我哋會閱讀一個網報公告啦，然之後就會去到填寫個人信息嘅一個4個步驟入邊啦。咁我哋喺畫面上面見到嘅第一個步驟就係要上傳一張個人照片啦。咁而呢張個人照片咧係有一定嘅格式要求嘅。咁佢必須係一個JPG 或者 JPEG 嘅格式啦。咁大小係20K 至到500K 啦。咁然後背景係一個純色嘅背景啦白色啊、藍色啊、紅色嘅背景都可以嘅。咁人像清晰啦。咁冇一啲戴帽啊、一啲特別嘅一啲裝飾啦。個面容一定要正面啦。咁然之後上傳嘅嗰個照片嘅名稱咧就唔好包含一啲空格或者特殊字符嘅。咁另外就係最好係一個係近期嘅照片啦，就即係起碼認得到，即係對得上呢個樣啦。如果唔係，要影響到個複視嗰個錄取嘅情況嘅。咁然之後去到第二個步驟啦，填寫一啲基本信息啦。咁呢個位置需要注意嘅係咧姓名拼音呢個位置。咁呢幅圖咧只不過係一個參考啊。咁具體嗰個系統嘅圖就即係系統嘅設定係以翻今年為準啦。呢個只不過係往年嘅一個界面嚟嘅。咁又記得姓名拼音呢個位置咧係要跟翻回鄉證或者台胞證上面嘅外文姓名嚟到填寫，就唔好跟佢系統嗰個提示就用漢語拼音填寫。呢個位置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咁希望佢今年嗰個提示會抹走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大家留意翻個填寫嗰個格式。咁另外生源地同埋出生地點咧都係需要填寫嘅，就千祈唔好揀其他啊。生源地你可以揀翻即係下拉列表，你可以下拉到基本上有齊嗰個地區噶啦。咁然後出生地點都係啦，跟翻自己證件上邊嘅一啲資料嚟到填寫啦。跟住去到第3部分啦，聯繫信息。聯繫信息呢度咧，注意嘅位置就係嗰個郵政編碼嗰度啦。郵政編碼嗰度可能有啲同學唔係好知道應該填乜嘢嘅。咁港澳地區嗰度咧可以輸入翻6個0。然後移動電話嗰度啦，移動電話嗰度如果你係選擇喺澳門考點報考嘅話咧，咁我哋考點會建議翻報考人係提供翻一個澳門嘅電話嚟到去做緊急聯繫嘅。咁記得填寫翻個區號係00853啦。咁如果假設真係冇澳門電話提供到嘅，咁都可以用翻即係自己嘅一個電話啦，但係亦都要備註翻個區即係填寫翻個區號嘅，咁嚟到去做一個填寫。咁然之後最後第4個部分就係畢業信息啦。咁呢個位置就基本上就係跟翻個系統
指示輸入就可以㗎啦。填寫完個人信息4個部分之後咧，咁就會去到填報志願嘅界面啦。咁呢個位置大家選擇翻自己係個報考類別究竟係全日制定係兼讀制啦，然之後個學位究竟係申請嘅學位係博士啦定係碩士啦。咁然之後記得即係挑選翻自己嗰個招生單位啊，同埋嗰個專業名稱啊等等嘅一啲資料。好啦，到最後咧，報名完成咧，咁就會去到一個叫個人信息確認表呢個畫面咧，就代表大家嘅一個預報名基本上係完成㗎啦。咁然之後咧，呢個報名表嘅右上方咧會有一個barcode嘅，另外亦都會有一個以 M 字開頭嘅一個報考號。咁大家要記低呢個報考號，以便將來我哋考點同你做一個聯繫嘅。呢個報考號係十分之重要嘅。另外，大家要記得留意翻就係要下載，去翻下方有個掣叫下載報名信息確認表。呢個個人信息確認表需要下載落嚟到去列印並且簽名嘅，嚟到作為之後下一個步驟一個上傳文件嘅其中一份文件嚟嘅。OK，咁去到第二個階段啦。第二階段叫確認報名及繳費啦。完成咗啱先網上預報名1月4號至11號之後咧，咁我哋可以等到去1月15號至到去19號嘅晏晝17點。咁呢個期間咧就係叫做上載報考文檔嘅階段。咁大家咧可以登入翻一個叫做中國研究生招生信息網，咁係同啱先個藍色信息網係兩個網站嚟嘅。大家留意翻個網址喺我哋呢個畫面嗰度有提到啦。咁我哋個報考文件都有提到嘅。咁去翻呢個中國研究生招生信息網嗰度咧，嚟到去做上傳文件嘅動作。咁報考上傳所需嘅文件咧，就包括啦啱先講到嘅經報考人簽署嘅個人信息確認表。第二就係一個有效嘅身份證明文件，包括就係如果係港澳地區嘅報考人啦，就係上傳翻佢嘅澳門或者係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同埋佢嘅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即係回鄉證啦，或者係居住證，即係呢兩個證件嘅正反面嘅一個掃描檔。咁如果係台灣地區嘅報考人咧，咁就係要上傳翻佢嘅台灣嘅有效身份證文件啦，同埋佢嘅台胞證或者係台灣嘅居住證，咁亦都係兩個證件嘅掃描檔。咁然之後就係包括埋最後學位同等學或者同等學歷嘅證書啦。咁如果係應屆畢業生咧，咁就需要上傳考生本人正在就讀學校開具嘅一個在讀證明嘅正本掃描圖片，而且係必須要加蓋公章嘅。咁然之後喺在讀證明上邊咧，亦都係要註明翻個學制同埋預期畢業時間。然後呢一個嘅在讀證明咧，有個要求嘅就係必須係即係上年9月份之後開出嘅，所以先可以證明到你即係呢一個學年係正在就讀。咁然之後報考碩士學位研究生嘅往屆嘅畢業生咧，咁就只係需要上傳翻佢嘅學士學位證書啦，或者係同等嘅學歷文憑嘅正本嘅掃描圖片啦。咁如果報考學士學位嘅研究生就係上傳翻佢嘅碩士學位證書啦。咁然之後有一個特別嘅情況就係話，如果係持海外機構海外教育機構嘅學歷嘅報考人咧，如果招生院校係有要求嘅，咁就係應該要去到教育部嘅留學服務中心嗰度辦理翻一個學歷認證，連同翻即係嗰個證書加埋呢個學歷認證咧，一併去上傳翻去做一個即係學歷證書嚟嘅呢個文件嘅。咁然之後另外就係注意翻啦，啱先所講嘅文件啦，文件嘅格式係同埋個大小咧，必須要符合翻個系統要求啦。咁然之後如果係未有於上述期間嚟到去上載呢個報考文件啦，並且係即係進行完成呢個網上確認啦，咁就會視作未完成報名嘅，咁成個報名係無效嘅。咁如果係已於上述期間提交過呢個網上確認，但係我哋教專局審核完之後未通過嘅，咁我哋教專局會通知你補交材料啦。咁而呢個補充材料和最後提交網上確認嘅呢個截止時間咧係1月20號中午12點之前。如果預期都未補充啦，或者係補充嘅材料仍然係唔符合要求咧，咁亦都係同樣視作未完成報名，報名無效。
好啦，假設我哋完成埋嗰個網上確認報名，然後我哋澳門考點教青局通知你通過咗我哋嘅審核啦，咁我哋亦都會電郵通知報考人繳費嘅。咁啱先提到啦，繳費嘅方式有跟住落嚟我講嘅幾種啦。第一種就係網上轉帳，咁我哋喺1月20號之前咧，咁我係可以通過我哋教青局發俾你嘅電郵嘅一個指示啦，嚟到去做網上轉帳嘅。咁然之後咧，係透過轉帳啦，去我哋教青局嘅一個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嘅帳戶，而呢個帳戶嘅號碼我哋係會通過電郵通知嘅。咁我哋嘅報名費係澳門考點嘅報名費係500澳門元。咁提翻大家咧，就千祈唔好使用過數易功能嚟到去轉帳，然後並且需要自行承擔翻倘有嘅一啲銀行嘅手續費啦，或者係其他匯率等等嘅一啲費用啦。咁亦都請大家報考人咧喺交易嗰陣時咧，備註翻報考人嘅姓名同埋佢嘅報名號嚟到做一個核實嘅。咁完成咗嗰個網上轉帳之後咧，請大家亦都係截翻個圖啦。如果係手機轉帳更加方便啦，截個圖，然之後咧用電郵嚟到發送翻呢個截圖或者係呢個匯款嘅單據啦，或者電子匯款記錄等等嘅一啲證明啦，嚟到去我哋呢個 exam@dsedj.gov.mo， 即係我哋教青局嘅報考嗰個電郵嗰度咧，嚟到做翻一個證明嘅。咁希望你電郵嗰度亦都註明翻報考人嘅姓名啦，同埋個報名號嘅。咁嚟到我哋去核對翻大家係繳費成功嘅。咁然之後第二種繳費方式咧，就係可以去到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嚟到去做現金入數嘅。咁嗰個截數時間都係1月20號之前啦。咁大家可以收到電郵之後，去我哋全澳中國銀行嘅各個澳門分行都可以嘅服務櫃台，用現金方式存入現金方式咧，嚟到去我哋教青局嘅帳戶嗰度咧，存入500蚊澳門元就可以噶啦。咁亦都提醒翻啦，就唔好用 ATM， 即係用櫃員機轉帳，就千祈唔好。咁其實同嗰個網上轉帳一樣啦，大家都係需要自行承擔翻倘有嘅一啲手續費或者係呢啲其他費用啦。咁亦都係啦，大家入完數之後會有張入數紙嘅。咁亦都大家希望大家就影低佢，然之後咧亦都係 send 翻去我哋個電郵嗰度嚟到去做翻個證明嘅。咁最後一種繳費方式就係現場繳費啦。亦都係1月20號之前啦，收到我哋電郵通知繳費，然後選擇現場繳費嘅報考人咧，可以親自或者係委託親友嚟到去做繳費。咁如果係親自同委託親友都好啦，咁都必須要帶同報考人嘅身份證明文件啦，以及報名費現金澳門幣500蚊，喺我哋嘅教青局嘅辦公時間內嚟到去我哋嘅教青局總部，地址係澳門約翰4世大馬路7至9號嘅1樓，辦理一個現場繳費手續嘅。咁就呢度提一提大家啦，請提前1日致電翻我哋教青局以下2個電話啦，83972860，又或者係83972553咧，嚟到預約翻一個現場繳費時間嘅。因為可能繳費嘅人數比較多啦，咁大家預約翻個時間就可能免除一啲等候嘅時間啦。咁有個要點就係話我哋現場繳費係不設兌換同埋找續嘅，咁請大家帶齊一個500蚊澳門幣現金嚟到去做繳費啦。咁最後啦，報考人啦，所有嘅報考人完成咗通過嗰個網上確認之後咧，必須要喺2026年1月20日或之前通過審核，而且完成繳費，先至係確認成功報名。好啦，接住落嚟，我哋交翻俾另一位同事嚟到介紹翻之後嘅事。好啦，咁接住落嚟我就再講一啲注意事項啦。咁首先咧，第一就係報考人咧要按住啱啱所講嘅一啲要求，又或者喺報名網站入邊所載嘅一啲要求咧，去準確填寫網上報名嘅資訊嘅。咁而且所有資訊都必須要係真實嘅資料嚟嘅。咁如果因為報考人填寫錯誤啦，又或者提供一啲虛假嘅資訊咧，而導致不能夠參加考試、不被錄取，又或者引起其他嘅法律責任咧，所有嘅後果都由報考人自行承擔嘅。咁剛才提到啦，報考人需要有2名同報考專業相關嘅職級要喺副教授或以上嘅學者去作出一個書面推薦嘅。
咁有關嘅推薦書咧係要按照招生院校嘅要求另行向佢提交嘅。咁通常呢個情況咧，一般會係喺複試嘅時候向相關嘅院校去進行提交嘅。另外啦，報考藝術類專業嘅報考人咧，當完成網上預報名之後咧，就需要按照你所報考嘅高校嘅招生簡章嘅要求，向院校辦理確認報名同埋參加考試嘅。咁相關嘅詳情可以向招生院校查詢翻。好啦，另外就係如果持有海外教育機構嘅學歷嘅人士咧，咁如果招生院校有要求嘅話，咁需要去到教育部嘅留學服務中心去辦理翻一個學歷嘅認證。另外，如果因為報考人所報嘅專業又或者資格唔符合院校嘅要求，而最終不獲准考嘅話咧，責任係由翻報考人自行承擔嘅，而所繳交嘅報名費同埋報名嘅文件係一概不會退還嘅。另外就係如果報考人以澳門身份去報名參加呢一次嘅研究生考試，咁就不能夠以其他嘅身份去到任何嘅其他嘅一啲考點或者地方去報名參加其他赴內地嘅升學考試，否則嘅話將會影響呢一次考試嘅報名同埋錄取資格嘅。咁好啦，而接住落嚟講一講初試同埋複試嘅一個初步安排。咁入學考試係會分為初試同埋複試兩個階段嘅。咁喺4月1號至到4月11號嘅期間，考生係需要自行登入翻信息網，即係做網上預報名嘅嗰個網站，去打印翻自己嘅准考證嘅。咁而統一初試，無論係機考又好，係筆試都好，都係喺2026年4月11號嘅朝早8點45分至到中午嘅12時舉行嘅。咁而澳門考點嘅考試地點係中葡職業技術學校，地址係澳門黑沙環勞動節街嘅。咁而具體嘅考室同埋座位號咧，到時會喺考生嘅准考證上面會顯示嘅。咁好啦，啱啱講到就係下載一個准考證嘅位置，咁就可以登入翻信息網啦。咁就喺而家畫面所見嘅一個位置，去喺4月1號同埋去到4月11號嘅期間，喺考試之前去下載一個准考證嘅。咁另外啦，複試嘅安排，複試咧會係安排喺26年嘅5月下旬之前嘅。咁包括複試嘅名單啦、時間、地點、內容同埋相關嘅考核方式，都會係由招生院校去確定同埋去進行通知嘅。咁招生嘅院校會喺複試之前，對報考人嘅身份信息啦、學歷啦、證書啦、報名嘅資料啦，同埋一個報考人嘅資格去進行審查嘅。咁所以報考人需要按照院校嘅要求去備妥相關嘅文件。如果不符合相關規定嘅人士咧，係不會由院校去進行安排複試嘅。咁好啦，錄取同入學方面，當招生院校進行一個綜合評核之後咧，咁就會係循住一個擇優錄取嘅方式去進行錄取，並且去確定一個錄取嘅名單嘅。咁而錄取通知書會由招生高校直接寄俾報考人嘅。咁入學嘅時間就會係2026年嘅大概9月份，以及相關嘅注意事項咧，都會由招生高校透過錄取通知書去直接寄送俾報考人嘅。咁關於學習年限同埋學位授予方面，學習年限咧，我哋全日制嘅碩士大概會係2至3年，而博士就一般為3年。如果係兼讀制嘅博士或者碩士咧，就會係不超過5年嘅。咁如果係課程學習合格啦，而且係通過學位論文答辯咧，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嘅規定者，就可以獲授相應嘅學位證書啦。好啦，咁最後我哋就住一個報考日程都匯總成一個簡單嘅表格，咁同大家再簡單去介紹一次。咁首先啦，網上預報名就會係2026年1月嘅4號至到11號，就會透過信息網去進行網上預報名嘅。咁第二步就係一個確認報名嘅步驟，咁就會係26年1月15號到19號晏晝17:00之前，就需要去透過一個網上確認報名嘅方式，同埋去提交一啲相關嘅報名文檔。咁第三，
補充材料同埋最後提交網上確認咧，就需要喺26年1月20號中午12點之前，亦都係透過一個網上方式去進行一個補充提交材料同埋最後網上確認嘅。咁當教青局進行咗審核之後咧，如果係未滿足要求嘅，就會透過電郵通知考生去進行補交。咁如果已經滿足要求嘅咧，就會透過電郵方式去提供一個繳費嘅一啲相關資訊俾考生嘅。咁而考生就需要喺26年1月20號之前，收到教青局電郵通知之後咧，就去進行繳費嘅動作。咁剛才亦都提到啦，繳費嘅方式就會有網上轉帳同埋現場繳費等嘅方式嘅。咁好啦，去到考試之前，26年4月1號至11號咧，考生就需要自行登入信息網去打印一個准考證。咁准考證上面亦都會載有就係考試嘅一個考室號啦，同埋一啲相關資訊嘅。咁我哋統一嘅初試就會喺4月11號朝早8點45分去到12點進行嘅。咁複試咧就會喺26年嘅5月下旬之前由招生單位通知，同埋包括之後嘅錄取啦，同埋入學嘅相關資訊嘅。好啦，咁最後就進入到我哋Q&A 嘅一個環節。咁如果大家有一啲嘅疑問係而家已經有需要提問嘅，咁可以喺打字嗰度去提問又得，係啦，又或者開咪去提問都得嘅。咁如果呢一刻未諗到一啲查詢嘅人士，咁都可以之後透過一啲聯絡方式去向我哋查詢嘅。咁係啦，咁剛剛提到啦，就係我哋教青局網上咧，其實已經係刊載咗關於研究生考試嘅相關資訊㗎啦。咁就包括係一啲報名嘅連結啦，又或者一啲考試嘅指南，咁點樣繳費啊，點樣要提交乜嘢嘅報名文檔，都全部已經上載喺教青局嘅網頁入邊㗎啦。咁如果大家有一啲關於系統啦，又或者一啲學信網帳戶嘅查詢咧，咁就需要向教育部嘅學生服務與素質發展中心，咁就向進行查詢嘅。咁而家刊載住畫面上都已經有佢嘅電話啦、電郵同埋一個工作時間嘅。咁另外啦，如果就住稍後考生提交嘅一啲資料審核，需要進行查詢嘅咧，咁就需要去聯繫返我哋澳門考點，亦即係我哋教青局，咁就有2位嘅同事，咁就可以聯繫返83972860同埋83972553，咁又或者去書面方式去透過我哋嘅電郵，就係我哋剛才都提到嘅一個 exam 嘅電郵，咁喺辦公時間度可能就透過電話去同我哋進行聯繫啦。係啦，咁就接住落嚟就等等，睇下大家會唔會有一個查詢。